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会当接到陈牧师甲各位兄姐的接纳，我有机会伫遮来代表原住民社区发展中心来请安报告。因为咱总会有邀请咱新德中会来做阮原住民社区发展中心的任用的中会，所以有安尼的机会会当来遮。记得伫30年前，还阁伫台湾新学院做新学生的时，迄当时吴主上牧师伫遮做新学生实习，也捌几遍来到咱教会，得到兄姐侪的帮忙甲支持。看到咱教会伫陈牧师引出的面真好的成长，为着遮来献上感谢。今仔日会用以赛亚书40章27节到31节。来甲大家分享，来思考，要安怎会当亲像鹰鸟、展翅体式来飞悬？是因为鹰鸟伫鸟仔类内底是一个真特别的一种鸟仔。40岁对伊来讲，40年对伊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时刻。原住民社区发展中心伫今年5月初6、初7，阮也要庆祝阮40年的这个感恩礼拜。40年的一系列活动，所以想要用这节的经节，甲大家做伙来思考，安怎咱才会当亲像鹰鸟体式来飞悬？第27节甲咱讲，雅各以色列因定定向上帝来拜怨，因感觉上帝无处理因的恩情，因的冤屈济，因感觉上帝无了解，无插因。总是咱若去看圣经的时，咱当知影，上帝对亚伯拉罕开始来调这个民族，为着要爱因会当生存落来，约瑟来去到埃及，上尾上帝也借着摩西来带因离开埃及。伫这段的期间，咱看见以色列人因时常袂记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引带，常常埋怨，常常气杀上帝。总是上帝一遍搁一遍带因转来，一遍搁一遍来带领因。毋过伫今仔日的经节，咱当看见，伫遮尔侪年的引带、陪伴、照顾内面，因同款搁袂记得上帝的恩典。而且咱会当知影，咱要哪亲像鹰鸟体式来飞悬，真重要一项代志，就是咱爱熟悉咱所信仰的这位主。咱的上帝到底是安那的一位上帝？伫差不多20-30年前，迄当时大家乐真流行的时，真侪人拢去庙林拜拜，去求讲啥物的名牌，啥物的这的号码是上好的。总是伫迄当时淡水河的河墘，也常常捡到一关偶像受人气杀断头、断手、断骹。所以伫淡水河的挖海的所在，有人起一个送难神宫，受难的神宫，伫遐来拜这的，互人气杀的这的偶像。咱所认捌的上帝，甲人手所刻的这偶像无共款。伫迄段时间，甚至伫即卖也是共款。真侪人想讲，因所熟悉、因所拜这偶像，是会当保庇因，会当互因福气，会当照因所求的来满足因的需要。总是伫咱的圣经内底，甲咱讲，咱的上帝。甲这个手所刻出来的偶像，侪无共款的所在。咱敢毋知影吗？永远伫地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伊是袂野也袂善，伊的智慧是无通测度的。咱所认捌的这位上帝，伊是创造地极的主，人的无知，因为咱人毋愿意承认伊，伊就无来存在。上帝毋免咱去承认，因为伊是永远伫地的上帝。
上帝的智慧是咱袂当去测度的。咱若去看伊所创造遮的大自然的时，我相信咱侪时阵会发出真大的赞叹。咱对花内底会当看见，敢若兰花都真侪无共款的种类，无共款的色质，其他的花蕊也是共款，形态无共，色彩无共。对鸟仔类，咱会当看见；对鱼仔类，毋管是任何的一种的生物，拢有侪的种类，侪的色质。所以对遮咱会当看见，咱所相信的上帝，伊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伊的智慧是咱袂当测度的。根据科学家的遮的研究，讲咱人一生所用出来，上帝予咱的遮的才能智慧，咱用无到20%，总是伫这20%还未到的这个范围内底，咱定会发现，真侪人因为遮的聪明智慧来发明新的物仔，所以咱看见讲，上帝予咱的，咱所用出来也无到上帝所发咱的拢总，都有遐尼侪奇妙的代志，伫咱每一天的生活来发现。更何况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伊的智慧有遐尼侪，伊的聪明是咱袂当测度的。伫遮第28节甲咱讲，咱所相信的这个上帝，伊是伊袂野也袂善。伫遮，伊是愿意予人的上帝。第29节讲，野善的，伊予伊快乐；软正的，伊予伊力量。所以，咱的上帝是愿意予咱的上帝。咱的上帝是惊伊予咱的无够业。只要咱愿意求，咱愿意去拍门，上帝就愿意予咱。所以，当咱了解咱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是遐尼啊无限、遐尼啊愿意来予咱赏赐予咱的时，咱拄着会遮的困难，会当讲无算什么，咱就袂因为所拄着的遮的来灰心来软志。咱颠倒会当因为咱所相信的上帝，咱知影上帝的无限，知影上帝的恩典，咱会当亲像鹰鸟，天色来飞悬。伫遮咱所相信的上帝，伊是愿意赦免、愿意接纳、愿意赏赐的上帝。第30节甲咱讲，就是少年人也会野，也会善，勇壮的也会跋倒。伫咱的生活中，侪时阵，因为咱看袂到头前，咱用咱人的有限去看咱所拄着的代志，所以咱会因为安尼来软正来跋倒。总是上帝甲咱讲，听候的会得到新的力量。所以第二，咱要哪亲像鹰鸟天色来飞悬，真重要就是听候。咱是毋是愿意听候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引带，还是咱用咱家己的方式去解决咱所拄着的问题？当咱愿意听候的时，咱会当知耶稣伊的拯救是无限的。伫创世纪，咱会当看见，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虽然上帝将因赶出爱甸园，总是迄阵上帝已经备办耶稣的救恩来到咱身上。所以，当上帝将因赶出爱甸园的时，上帝是用动物的皮做衫来遮盖伊，甲因赶出去。所以，伫迄阵就有老火来拯救安尼一个代志。总是等到新约圣经的时，耶稣才来出世。伫诗篇内底也甲咱讲，
咱的1000年，伫耶稣的目睭前，敢若是一天，亲像一暝尔定。所以，咱袂当用咱的有限去了解上帝的无限。上帝定定用真济而且的磨练来训练咱，为着是要互咱信心更较坚强，为着是要互咱更较来倚靠伊，毋是用咱家己的力量，毋是用咱家己的智慧去解决咱的问题。所以，咱是毋是愿意听候上帝的时间？如果咱愿意听候的时，咱会当亲像鹰鸟天色来飞悬。第3项就是选择，都才有讲到，鹰鸟是一个真特别的鸟仔类，伊的年岁会当到70、80年，总是40年久。40岁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关键。伫这个40岁的时，伊需要做一个决定，因为鹰鸟咱知影伊真有力，伊用伊的喙、伊的鸟会当夹一只真一个羊羔、细只羊仔囝，会当飞真悬，伊的膝非常的有力。总是伫40年的这个使用中间，伊只的物仔慢慢老化，开始震动，伊的膝变甲真重，可能互伊真歹飞悬。所以伫40年的这个时间，40年的这个关键的时，伊要做一个决定，是伊要等死，还是伊愿意飞真悬？一只鸟仔家己跳伫个真悬的这个悬崖顶悬，伫遐用伊的这个峭壁的这个石头来将伊的喙降服这个旧的老的这已经硬化的这个喙来落去。互伊生出新的来，再用新的这个喙，将伊的羽毛、伊的这个湿的毛，一支一支甲伊拆掉，一支一支甲伊挽出来，甲伊的鸟仔，这个鸟嘛是共款，甲伊摕掉。迄是非常的疼的一项代志。总是当伊愿意做安尼一个决定，愿意安尼一个选择，飞真悬来做安尼一个真无简单的一个选择的时，经过150天，伊的膝佮生出来，伊会当佮一遍来飞悬，会当佮活差不多30年、40年久。所以鹰鸟要展翅飞悬，并毋是只有靠伊家己本身上帝互伊这运数，伊也需要去做一个选择，才会当佮有30年、40年的性命通好来活。阮做民社区发展中心伫今年也是要经过40年。伫阮的机构内底，阮非常相信，阮是因为上帝的名所设立的一个机构，所以传福音对阮来讲，是阮应该尽的一个本分。伫机构内底，拢总有7个同工，总是因为阮所写出去的这个计划，拢总有21个这个计划的这个工作人员入来伫原住民社区发展中心，甲阮做伙来做工。伫这个工作人员内底，有一部分可能因毋捌上帝，有一部分可能因真少去教会，有一部分可能是因的爸母，还是因的大家官，因的爸爸、因的丈人丈母伫教会，总是因家己可能毋捌。因的囝儿可能会送去教会，总是因家己可能毋捌去教会。所以，伫每一天的灵修内底，阮希望借着上帝的话语来帮助阮，更较清楚知影上帝爱阮做的是甚物，也对遮来得到聪明智慧。阮住民社区发展中心伫这40年久来，阮无因为阮经济的困难来攀远阮的工作，阮无因为经济的困难，可能有一寡事工袂当推动，阮就来怠慢。阮拢真心真意伫阮所受交代的这个事工顶悬。所以伫去年，也是伫这几年内底，阮得到，不管是阮伫文化产业的一个工作，阮对劳委会
得到真济优等或者会考核，也是阮对原民会所申请台东避南乡的即个家庭甲妇女的服务中心，也是得到社工的优等的即个考核。所以伫安尼一个计划内底，阮知影，阮需要尽心尽意来做，阮需要等待上帝的时间，并无因为即个工作拄着困难，阮就放弃，还是讲阮就用家己的方式去做。阮希望，因为阮安尼一个等待，因为阮安尼一个静止，上帝祝福伫阮的心上。拄则有讲到，阮这边社区发展中心今年要进入40年，伫这40年中，阮虽然有经过，像拄则所讲，即个真光荣的即个记录，总是阮嘛捌因为经济的困难，互总会将阮关门，差不多要半年久。伫安尼一个过程中，阮需要做一个选择，阮要安怎来进入更较会当荣光上帝这，毋管是将来的30年、40年，还是更较久长的即个时间。咱知影，阮厝民有济的问题，真济时阵因为政策的改变，阮厝民的生活袂赴来对着，所以有真济的问题伫阮厝民的部落来产生。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就是伫东部台东这个所在，婚前的性行为，也是未婚怀孕生囝这个代志，是全台湾上悬的一个城市。所以伫去年，阮希望阮会当用一个圣洁运动来改变原住民的性命，因为上帝爱咱过是一个圣洁的生活，上帝爱咱的身躯就是上帝的殿，伊无爱咱因为这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这代志来影响到咱甲上帝的关系，影响到人甲人的关系。所以伫去年，阮有办一个真样少年营，就是一个圣洁的运动，希望借着安尼一个运动来帮助原住民，会当有一个无同款的生活，无同款的这个环境。因为咱知影，当爸母是安尼一个环境来长大，伊的囝儿真歹来脱离安尼一个环境。所以，阮希望安尼一个运动，真正会当改变原住民的性命。即摆请我用影片来介绍阮的事工，互咱会当更较清楚知影阮所做的是甚物货。伫阮的使命内底，阮感觉阮亲像教共款，伫部落内底要来传上帝的祝福。阮希望会当借着阮伫台东即个所在的服务，互阮所接触到这个部落、这个徛民，会当因为阮来得到祝福，因为上帝的话语，互因会当更较丰盛的即个生命。所以，阮对糖厂来租一个办公室，伫遐来进行阮的一寡事工。伫安尼一个分享内底，阮当发现讲，真济的原住民，因为早期的一寡观念，前拢感觉讲文化是甲信仰有分别的，文化是无好的，所以真济阿美族的教会，因不准因的会友穿传统的服装，不准因参加一寡原住民的这个祭典。当咱甲文化分离的时，咱找无家己的根，所以伫原住民社区发展中心真重视，是毋是当请放？阮真重视即个文化的即项代志，所以阮有一个文化的即个产业的中心。阮希望讲，借着安尼一个陪伴训练，互阮会当伫家己的文化去发现上帝的祝福。阮安尼一个陪伴，是借着真济课程
来帮助在地遮，不管是原住民还是非原住民，伫安尼一个陪伴训练内底，互因会当伫文化内底发现着上帝恩典甲上帝的祝福。这是阮的组织，阮拢总有文化产业组、有福音组、有社福的这个组织。三个是互相结连做伙。阮希望借着安尼来帮助在地遮的原住民。阮文化产业组用糖厂来做因废弃的一个工厂、一个仓库，伫遐来做一个台东这个所在原住民，还是讲非原住民的手工艺的一个平台。互人去到台东的时候，会当借着阮所展现出来这工艺品来熟悉伫台东有偌尼丰富的一个文化。阮伫北北水灾了后，协助大鸟这个部落来做一个产业的这个发掘吼。阮并毋是讲，因为阮家己本身伫咧做琉璃珠，所以阮就甲因讲，咱来做琉璃珠，毋是吼。阮用差不多2-3个月的时间，甲因讨论，去找出因家己本身的特色，对遐来培训因做家己熟悉、家己熟悉的一寡手工艺，也协助因伫咧史前博物馆伫遐来展售，得到真好的一个风评。伫安尼一个陪伴内底，我来看见讲，这的手工艺是需要阮的陪伴甲培力的。这是阮甲总会的教育委员会做伙合作的一个绘本的绘册吼，绘本册。这是阮伫大桥这个部落内底做儿童的这个读册会。阮的读册会是蹲点，就是讲，这囡仔因下课，都有志工老师，都有社工老师伫遐陪伴因，不管是课业，还是讲对其他的这生活的这了解。这部落的囡仔，因大部分拢是隔代教养，所以因所认捌的，可能就敢若台东一个小小的所在。因会问老师讲：真正有淡水吗？真正有阿里山吗？为着要互因更较了解台湾，阮用上简单的方式，就是脚踏车来踅台湾，来认捌台湾，来开拓因的一个视野，互因会当因为了解台湾，更较疼台湾。这个绘本册，阮是到部落内底，希望找迄个无教会、无学校的部落，只要愿意顶仔骹，也是讲客厅愿意招出来，互这囡仔会当有固定的所在来看册。这个绘本，阮是希望，毋是讲我读几十本，我读几百本，我会当去麦当劳，还是我会当去甲啥物人翕相？毋是吼，阮希望因借着读册，安尼阅读的喜乐，会当去增进因家己本身的一个能力。所以，阮真希望讲，安尼一个推动，阮伫旧年是对东海岸，今年是纵谷的所在。阮希望这个囡仔家己会当愿意来看册。伫安尼一个陪伴内底，阮发现讲，囡仔有真大的改变。因会甲老师讲，以前我坐袂牢，算到5，我就想要出去佚佗。总是即马，我愿意继续来学习。有的囡仔会甲老师讲，以前我看到人就想要相拍，总是即马我看到人想要甲伊做好朋友。伫安尼一个陪伴内底，真侪囡仔有家己的一个梦想。所以，伫今年的暑假，我要带因环台，是要去参观一寡大学，互因会当知影讲，我要读这个科系，我安怎来打拼家己。这是阮对原民会所申请的卑南乡甲台东市的这个家庭服务中心。伫部落内底，伫学校内底，有真侪课程来做培训。阮希望讲，阮上大的使命就是培力甲陪伴。希望借着阮的一个培力，互这妇女、这囝儿会当家己徛起来，去面对家己的生活，毋是干那踮遐找空找芳，想要得到政府的补助。因为搁较侪补助，有的家庭是阿公阿嬷摕补助，囝儿孙嘛是咧摕补助。阮希望借着阮的陪伴甲培力，因家己会当用家己的力量去面对因的生活。这是阮福音组的一个事工，通过每一工的这个成根，
会当陪伴，会当互因更较了解上帝的话语，伫家己的生命中，会当用上帝的话来陪伴因经过每一天的挑战。这是伫阮旧年开始的即个怎样少年营，阮真欢喜有台北的一个新奇 Arise 教会，因遮的会友大部分拢是部落去到都市读册的遮的青年，因真愿意转去部落内底来服务，所以对旧年开始，阮甲因合作做即个圣洁的即个运动，真侪伫部落内底有真侪的。遮个青少年真正有受到真侪的伤害，总是因毋知影要安怎甲阿公阿嬷讲，毋知影要安怎甲老师讲，才着安尼一个营会，用诗歌，用一寡活动来帮助伊拆开因的心门。遮个辅导真侪家己本身嘛有受过伤害，总是因转来到上帝面前，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是上帝互因无共款的性命。所以，才着安尼一个分享，带领遮个青少年转来到上帝面前，得到医治，得到讨放。伫大桥部落遮有一个囡仔，今年拢有参加安尼一个营会。伫即个营会内底有蝴蝶，一个囡仔决志讲，伊要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要去部落内底将福音传转去家己的部落内底。阮希望借着安尼一个运动，互阮厝边的即个社会会当改变，会当成做上帝的祝福伫台湾内底，毋是成做台湾的一个碇畔，互咱需要用更较侪心去关怀、去帮助，是希望通过安尼一个营会，会当翻转原住民的生命，甲咱做伙来去做上帝互咱水的一个台湾。所以，伫咱的手中有阮的介绍，有阮的简介，伫后壁的所在也有一个，就是阮的即个愿意成做阮就是长久的一个陪伴，有一个划拨单吼，就是迄个扣款的即个申请，阮是用阮的协会，阮的协会甲咱的协会有共款的名，就是专人吼，我是台东县原住民族专人发展关怀协会。阮希望借着安尼一个陪伴，会当将上帝的福音伫台东即个所在来传开去。伫阮的即个奉献内，伫简介内底也有放阮的奉献录啊。希望讲借着安尼一个陪伴、一个祈祷、一个关心，互阮厝民真正成做上帝的祝福伫台湾。这是什么事？会当请牧师来受阮的感谢，阮有一个家己所做的一个匾仔，就是用琉璃珠做一个感谢状，多谢教会兄弟的支持甲关心。这是请咱阿头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互阮会当伫无共款的所在来组织，来领受你的祝福。你互阮无共款的使命，伫阮家己的工作顶悬，你爱阮尽忠做你的奴仆。你爱阮知影，你是主，你创造一切，你有智慧，你有能力，你愿意互阮。主啊，阮愿意亲像鹰鸟会当体实飞悬，伫阮所侍奉的教会、所从的工作，也是阮家己的家庭，阮希望会当有新的选择、新的改变，因为主你想赐予阮的是无共款的一个境遇。主，阮搁一遍献上感谢，求主你祝福，毋管伫嘉南教会，还是伫原住民社会发展中心所推动的遮个事工。会当因为阮愿意尽忠，得到主你的祝福满满。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你的圣名求，阿免。